那我从回收队开始做起，看到我们原台南市南区的那个回收厂，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所以在99年的时候，我们办公室那边刚好是之前的局长，然后有在想说要来做一个 DIY 的课程，然后就开始就去想说我要怎么去推这个工作，所以我去找11个老师，每一个月办一场的那个 DIY 的课程，就是用回收的东西，然后再做成一个作品。那个时候其实都很抢手，那也没有说民众那边来的当报名，你一定要拿回收物来跟我来上这一堂课。所以我们的这个 DIY 的课程一直到现在，目前甚至于说已经有公司工厂都来跟我们 touch， 这都是我们民众一般没人要变的物件啊，那个用啊变个这样好用的，而且很抢手。那也看到现在大家对旧的物品，然后一直的做秋起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是对的。去年有收到一件那个像药柜，就古早时候的药柜。然后它有90几个抽屉，回收来的时候真的破烂不堪。可是呢，又觉得很可惜，因为毕竟它的材质都是块木，所以我们修缮完也卖得蛮好的价钱也算蛮高。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全台湾最美的公署要重新跟大家见面喽！这里就是台南的藏经阁2馆哦。移民署搬迁后，台南市环保局用心做修缮，成为二手台式老物家具展示的场域哦。众多独一无二的二手老物家具都藏在藏经阁里哦。不少独立小店家都来寻宝，甚至连北部的民众都来买哦。还有众多手作小物等你来带回家。喜欢台式家具老物、手作商品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哦。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5月1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日前发生在咱台南市3岁查某囡仔行伫个过路线却被车撞死一案，上午伫个议会定机会，警察局工作报告引起关注讨论。议员除了质疑警方强烈执法的成效，嘛要求交通号志甲相关道路的规划一定要甲交通局进一步做检讨。因为3岁查某囡仔行伫过路线被弄死，嘛，互台南的交通问题再度受到外界关心。有人就询问台南的交通环境是真正危险，也是只是个案，甚至出现行人地角的臭名。对此，议员林美燕除了质疑警察局强烈执法的成效，嘛希望正式行人专用号志来减少事故。议员王家珍则要求伫复杂的路口一定要检讨道路规划，同时将事故检讨反映给交通局。交通部要求我们各个县市保障行人所推的行人专用时项跟行人早开时项，在行人早开时项里面，6都里面我们看个比较表，6都里面专用时项也好，早开时项也好，在台北都是最棒的，它是最多的。台南市呢，我们以行人早开时项来讲，台北有229处，台南呢有40处，40个所在呢。我们如何去加强这个部分？你如何跟交通局去配合？我想这个的设施不是你们警察去做的，应该就是交通局。那一个交通要一个提供安全的一个环境给行人、给路人、给使用者。这个都是交通局跟警察局要配合。你们说要严格的执法1个月，请教一下局长，1个月之后呢？还是局长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黄市长这边，该从根本解决之道？譬如说，这个汽车的设置，这所谓的前面那叫做 A 杠，对不对？或者说道路的规划，让大家不当的鬼切左转。
造成了大家都产生了重大的伤亡、重大的伤害。所以局长，针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先设置这个行人专用号志啊，哈，这部分我们昨天我们有看到这相关新闻啊，我们规划是90处了哈，目前交通局先第一时间执行有15处，就是希望说用路人的用路安全这一部分。另外，我们强力执法的部分，希望借由执法来教育我们所有的开车的这些相关民众，你要守法，要尊重过马路的这所有行人。为了摆脱行人地价的臭名，台南市已经专门盘点伫旧城区过路人通行的路口，以及附近学校、观光景点、甲市场商圈等15处，优先设立行人专用号志，同时加强事故地点的处理甲选择，好让大家尊重路权。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避免行人伫过路线被弄的悲剧再次发生，议员针对复杂的路口，要求加强科技执法甲号志改善。另外，进前台南市有考虑要伫旧城区取消机车两段式倒转，警察局长廖宗山认为这并无适当。针对台南市3岁查某囡仔行伫过路线却被弄死一案，议员伫保安部门的工作报告引发交通检讨的声音不断。其中，议员陈丁就根据111年的统计，全台每10万人伫交通事故死亡甲受伤统计，台南市3226位竟然高达第1名，变成大家口中过路人的地价，强烈要求交通改善。台南市在去年每10万人的死伤数其实是全台湾的第1名可以说是一直稳坐这个伤心的第1名，所以他们就在戏称说，到底如果是有18层地狱在哪一层？所以我们台南就被说我们好像在交通地狱的18层，这是在2月的新闻结果最近因为这个3岁小女童的这个不幸的事件，让大家对我们台南这个交通的问题真的是全台湾全台湾都在讨论所以怎么洗刷这个交通地狱18层不要再一直稳坐这个每10万人死伤数是第1名，这么伤心的第1名我们到底我们的警察局这边要做出哪一些努力啦？交通的部分呢，可以分成3个部分嘛第一个是工程，第二个是教育第三个是执法了。是，我想工程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跟交通局这边还有学者专家是一起开这个大案汇报，是针对我们包括说我们现在这个忠义路成功路口已经发生过那么多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建议说这边是不是改为就是行人专用号志，是当行人绿灯的时候，所有车辆都要停止，是以防止说再发生类似的不幸。毕竟是距离这么路口这么近的，距离这个市场这么近，然后交通那么繁忙路口啦，我想这个是有必要行人专用10项的部分。因为咱的 A1 事故，咱一定拢会现场再去勘察嘛。那么我想请教你，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路口到底有什么问题？应该是说这是驾驶个人的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点。对，他没有照那个嘛，左转引线虚线那个引线，而且没有减速，是而且前方这个很明显2个行人在那边走第一个他没有减速，对，竟然在行车的时候没有看到前方有行人不管他是行人或是汽车或其他障碍物，你不更加弄了嘛？就完全没有减速就撞下去了这是开车的人问题比较严重一点了。当然，我们怎么去教育所有民众守法？这是又另外一个议题的。另外，针对台南拍算伫旧城区试办取消机车2段式倒弯的做法，对此警察局长认为并无适当。会中交通大队嘛强调，因为开设地点、工程、号志等多方面，也需要甲专家学者讨论。交通局嘛无甲因指责，所以目前试办并无时间表。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伫安平创立的金刚品牌，结合福尔摩沙游艇酒店，将伫520动工举办一场盛大手作盛会，要互参加的民众会当亲手打造独一无二的手指，并且享受浪漫的宴会。
和有情人留下特别的纪念，嘛带动安平的观光甲金工产业。为了推广安平观光，嘛，互有情人伫5月20这个特别的日子度过幸福暗暝。为伫安平的金工品牌银链，结合福尔摩沙游艇酒店，将打造一场盛大超过100人专属定制的秋季创作甲浪漫宴会，互大家拢有独一无二的纪念。10号主办单位甲赞助厂商嘛拢组织议会来宣传，同时这民代嘛共同出席赞声，场面相当热热。百人手作唯一纪念赞。我们有8个款式的戒指，让消费者去做挑选。那每一个戒指，因为它每一个的敲焊锯作都是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手艺跟工艺是不一样的，所以做起来它是一定会有一个差别。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它要单纯，如果要自己去刻字做指纹，也是独一无二，因为指纹只有你有，其他人是没有的，这也是一种特色。加上说你现在只有买没有做，那这也是一个人生的缺憾。另外一方面，假设你的男朋友带你来做过这个戒指，而且是在百人幸福手做，你的一生记忆是忘不掉的。一方面，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配合银链一起来推展这个活动，那让来推动一些安平的观光。那因为我们也是市政府的 BOT 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安平的观光尽一份心力。金工文化创业品牌过去就一直想要透过活动宣传，和手工艺产业发扬光大。只是卡伫疫情，你今年伫在地酒店的合作，终于达成愿望。所以除了邀请有兴趣留下美好纪念的民众报名，嘛提供10位65岁以上的长辈有公益的体验，预计幸福空间。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由文化局主办的台南文学季正式开跑，由市长黄伟哲甲文学大使曾宝仪做伙为活动揭开序幕。今年以着一叶蓝图作为主题，邀请民众写出属于家己的台南故事。如果我是风，如果我是雨，如果我是云，我都会爱。我爱台南，而经过昨天，我相信台南也深深的爱着我。请大家多多支持台南文学季。曾宝仪化身文学大使来到台南市美术馆，甲台南市长黄伟哲共同为进入第9届年度文学盛事台南文学季亮开序幕。有请大家来台南参与我们台南文学季。今年以一叶蓝图为主题，强调文字创作，包括着丰富土地、流行甲日文篇章，邀请民众共同伫文字内底找找，斗阵来写属于家己的台南故事。在土地当中寻找台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当中蕴含的文学的元素。我们希望用这种自然的方式、生活的行动，能够让大家贴近台南土地，借此去读到南土本身所蕴含的文学性。我们希望呢，阅读呢是用走的方式，然后开始呢看到细节，看到更感动的以前我们可能忽略到的一种的角落。这次以我与文学的相遇为题，这次10万块的高额奖金来征文，同时也增加底文类别，以接龙的方式创作台南的故事。市长黄伟哲也伫咧现场来一段。谢谢老师，您所定的一页蓝图，然后给我们一本蓝图。没有你的介绍，我是一字蓝图。台南文学季以文学为基底，为时代教互我文字到音乐，将展开5大主题活动，邀请无同的作家来分享台南的故事。活动将持续到9月，想要参加也是报名，会当就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嘉义高中流行复习课毕业成果展盛大登场，83位毕业生穿上家己创作的服装饰品，走上新展台，展现出3档来学习的成果。无论是服装的设计，或者是制作的专业，拢看得到学生的用心甲创意。
国立台南嘉义高中流行服饰科83位毕业生，一个行伫咧春典台，展现出因家己所做的作品。那今天的这个毕业成果展，主要呢是让同学3年来他们的一些设计跟他们的这个服装制作的一些学习，最后呢能够呈现出来。所以今天包括服装的设计到打版到裁剪，以及他们今天的配乐跟他们今天的这个影片的制作，全部都是由同学自己亲自完成的。每一位毕业生拢是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家己的作品，当讲伫台顶也看到学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创作，并以展现青春活力为主轴，相当不简单。我们的主题是巴洛克。然后一直变了形的珍珠，我们做整套衣服，加上大家一起完成彩排的时间，总共花了半年多到1年。我们这组的设计理念就是采用中国风与现代的结合，然后就是以蓝色为我们的主要色调，然后去进行一个设计，然后呈现出每个人心中最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我们创作理念就是来自各个不同国度的公主，她是小精灵，然后她是蝴蝶仙子，然后我是那个就有点像芭蕾舞娃娃，然后她是小美人鱼，她是那个梅丽达，然后她嘞是仙杜瑞拉，就来自各个不同国度的公主，然后一起表演这样子。校长表示，嘉义高中一直以来拢是以多元的特色作为学校的发展方向。这届学生伫去年就甲舞蹈班合作设计戏服，展现出不同的创作。希望学生毕业了后，会当继续有精彩的表现。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安平开台天后宫庆祝天上圣母圣诞，13号暗时举办平安宴，开了300桌，邀请200件高背景甲侪贵宾来参加。结果伫开桌15分钟后，突然间落雨，数千人野雨伞穿雨衣来食桌，变成真特殊的画面。诸位老友类表示，这是平安马所带来妈祖雨。安平开台天后宫13号暗时邀请全国200多间宫庙做伙，共同庆祝安平马圣诞祝寿。市长王伟特、民政局长江玲煌、安平区长萧泰华、第4分局长王子雄以及真侪明代贵宾，也拢出席参与盛会。天上圣母圣诞千秋千年秋，我们要祝福各位好朋友，大家拢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顺利、大赚钱。伫这平安宴时，现场线路器阵阵小雨，不过大家也是无离开，也去雨伞，清气好满，兴致不减，继续欢喜食道。诸位老友咧表示，这场小雨真紧就会停，是安平马表达欢喜的展现。一路来拢是受咱天上圣母来庇佑咱这个台湾，互咱这个台湾会当安尼平平顺顺。今仔日因为咱大家拢知影。咱的妈祖是一个海神，是一个戏，所以我会种感觉，这雨过一点仔伊就无去啊。因为这是妈祖真欢喜，看咱大家在座，大家拢伫遮，安尼录一个伊家己欢喜的这个戏，互大家，我相信念伊互大家无去。去年天后宫举办01年长香山安平迎妈祖活动。市府主办的西景游记庙宇甲桥板评比，评选出幸运福组会、嘉义子龙庙永昌宫、三灵殿、西凉殿、杭州殿、开台天后宫、万通宫。游记桥板的部分，这是幸运福组会快乐桥板会、子龙庙桥板会、信用桥板会、高峰桥板会、虎城中福桥板会、昆新桥板会、万通宫桥板会等。并由民政局长江玲煌以及安平区长萧泰华颁奖表扬。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林德区农会为了推广好品质的旺来，趁着假日时举办旺来推是农教育活动。现场除了展示真侪旺来相关的产品，嘛教导民众安怎挑选旺来，甚至阁会当 DIY， 家己动手来做旺来黄豆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咱在地旁甜好食的旺来水果。旺来切细地，家己酿甲汤，sau落来将黄豆酱家己灌入铺底，佮甲旺来放入去，放到8分满，安尼一罐黄豆旺来酱就完成咯。足欢喜的啊，做好食的啊，所以要尽量哦，咱来推，旺来是一种好的物件。这次能够来学习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家的厨房上，可以做旺来空回鸡。这是我们私房的料理，但是我们都是在超市买。但是我们这次能够学习到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可以煮旺来空回鸡，仁德区农会为着推广优质的旺来，伫三甲社区举办食农教育体验活动，由专业老师教大家如何挑选旺来以及旺来好处，最后让大家家己手做旺来料理，现场相当热烈。今天是我们的第2场，我们第1场在4月27的时候，刚好配合我们的小农市集哈，有先做促销的活动。那我们今天就做体验食农教育的部分啊，因为我们的促销哈，现在哈外面的凤梨价格都起来了，就一般消费者也在反映那个凤梨的价格都提高了。非常感谢今天来参与的民众非常踊跃。我们大概有100位的民众我们提供他来做我们今天 DIY， 有凤梨、硬凤梨，还有品尝我们的凤梨料理。仁德区农会透过小农市集、食农教育活动的举办，成功将旺来行销出去，唔仅增加农民的收入，也让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今年的房屋税为5月1号开始征收，缴纳期间到5月31号截止。台南市财政税务局提醒民众，一定要伫期限内缴纳房屋税，以免被加收滞纳金。房屋税早缴早安心。112年房屋税开征啊，财税局就提醒市民大众。缴税期间自5月起到5月底为止，要赶伫咧期限内缴纳。若是有期，会加征滞纳金，上悬会当加征到10%。有请民众早日完成报税，早日安心。再次提醒市民朋友，如果你现在还没收到税单，或是你的税单不慎遗失或是破损的话，要怎么缴纳呢？很简单哈，我们可以到我们就近的我们财税局的5个分局去申请现场补发，或者是我们11处的多点跨区的税务柜台哈去申请补发。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就是说在家就可以申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或者是说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的网站就用你的自然人凭证或是工商凭证，或者是已注册的健保卡在家里就可以来申办来补发税单或是线上查缴，所以都非常的方便哦。为方便民众报税便利，财税局也提供多元化缴纳管道，除了有金融机构，还有便利超商，上方便的，还会当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就会当完成报税。一般的话，你可以到金融机构去缴纳，可是提醒一下，就是邮局是不代收的哈。那就是说，你们还可以到便利超商是缴纳哈。然后，如果是那个市民朋友，如果你们已经选定了，就是已经申请长期约定转账的话，记得在5月31号的话，你的账户要留足够的余额来扣缴哈。那当然，现在智慧缴纳非常的方便，都不用再出门了，只要你透过电子支付的机构，或者是他们一般开付行动支付的业者，他们所申办的 APP 的话，你只要扫描税单上的 QR code， 你就在家里就可以缴纳，非常的方便。另外，财税局现在跟教育局合作举办租税法律面线顶有奖征答活动，邀请台南市高中小学师生登录爱课网参加活动，成绩达到80分以上就当参加抽奖，有机会会当得到奖金500块哦。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